35歲前 TVB 女星林欣彤近年精神狀態備受關注。舊年9月，佢突然深夜開播求救，當時佢面容扭曲，極度驚恐咁話自己正身處英國，有人要殺死佢，精神狀態明顯好唔妥。事後經理人回應解釋話，林欣彤當日係因為颱風滯留喺機場，由於太掛住屋企人同埋隻狗，導致情緒一時失控，講出一啲唔理智嘅嘢，最後亦都因為情緒太激動，被安排入院治療。但係呢一個解釋都令人覺得好牽強。網民認為，即使林欣彤因為太掛住屋企而鬧情緒，但係都唔至於要開播求救，甚至乎話有人要殺死自己。事隔4個月，林欣彤終於現身社交平台交代事件，但係佢嘅一番言論就令到成班網民睇到毛管戙啊！佢否認咗經理人嘅說辭，佢話自己當日滯留喺英國機場嘅時候，其實係遭到過百名嘅巫師圍攻長達10個鐘。更加形容就好似困獸鬥咁樣，成個過程都好辛苦，直到自己最後筋疲力盡，精神崩潰，漸漸完全失去咗意識。網民聽完都一額汗，懷疑佢精神錯亂有幻覺，紛紛勸佢盡早求醫。但係林欣彤就堅持認為呢一切都係真實發生。佢又話自己曾經患上過情緒病，所以好清楚知道絕對唔係嗰回事。